伫淡市大学里已经连任10届里长柯俊雄日前宣布，今年无搁再投入选战。市长认为柯里长长期牺牲奉献，甚至40天来捐出里长事务费来筹办奖学金，已经是台南地方驻地历史上指标性的任务，所以亲自上上边啊，而乐以实战实地。代表市民朋友们，感谢许里长，他大半辈子终身的奉献给里民。许里长不仅是连任10届，担任41年的里长，而且他任内把他的薪资完全捐出来作为奖学金，造福许多学者。更不用提说他在里长任内对于理念的建设以及市政的一个建言跟里民的服务，我相信是大家有口皆碑的，要不然不可能连任10次的里长。我想说这个部分是可以说是在台南地方自治史上一个非常值得留下一个指标型的人物哈。这一生有这么样的荣耀给市长，他们各位通通到我这个寒舍来，这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荣耀，也最大的感谢，所以终身的感谢各位。里长柯俊雄会当讲一世人拢为民服务做公益，经核选全国好人好事代表的8得奖，相当值得肯定。咱新闻古籍采访报道。